每個月的第一天，我們班都會跟那個月生日的同學一起慶祝。今天是3月1日，老師為3月份生日的同學舉辦生日會。首先，我們一起唱生日歌，然後老師分給我們每人一個小蛋糕，而生日的同學還會有一份小禮物呢。正當大家都在吃蛋糕的時候，欣欣卻在一旁悶悶不樂。老師問他發生什麼事，欣欣回答說：我的生日在8月，那時候大家都放暑假，那我就沒有生日會了。老師跟欣欣說：欣欣，你不用擔心，到了7月份的生日會，我們會為8月生日的同學一起慶祝，那麼你就不會沒有生日會了。欣欣聽後便笑了起來，大口大口地吃蛋糕。讀一讀，老師、同學、生日會、蛋糕、禮物、擔心、暑假、慶祝、